如果咧你真係夠膽嚟到香港，我 Kenny 一定要帶你睇一睇啟德，因為呢度嘅項目咧多到咧我保證睇到你腳軟啊！今日同大家嚟到咧，我相信遠到內蒙古都知道嘅佔地323公頃嘅香港啟德區啊！眾所周知咧，喺2024年入邊咧，2957宗成交當中，有1482宗咧都係俾內地嘅朋友仔買入嘅，當中嘅佔比咧超過50%啊，非常地誇張。而今日帶大家參觀嘅咧就係新鮮滾熱啦，啱啱好進入現樓階段嘅啟德海灣，淨係聽個名咧就知非常之有標誌性啦。啟德海灣咧位於喺啟德跑道區近啟德橋嘅一個位置，交通咧就當然特別有優勢啦。再加上咧我哋嚟緊即將上馬嘅啟德綠色集體運輸系統，3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呢個啟德站啦。咁就話說未落成之前咧，我哋亦都喺門口位置咧有巴士小巴咧可以來往翻啟德地鐵站同埋九龍灣，甚至乎高鐵站添啊！而喺我哋項目嘅旁邊咧就有超過11公里嘅海濱長廊同埋13公里嘅跑步徑添，再加埋呢個水上活動中心咧，而且行前都幾步咧，仲有1.3個維園咁大嘅啟德都會公園，再加埋咧可以容納超過65000名嘅觀眾嘅啟德體育園咧，亦都正式啟幕咗啦！即係住得喺啟德咧，強勁體魄唔少得啦！我的天哪！而喺我哋啟德區入邊咧，除咗喺我哋樓下有超過26萬平方尺嘅海濱餐飲零售區之外咧，同區嘅 Airside 啦、Sogo 超過180萬平方尺嘅商業樓面，再加埋啟德零售館1500米嘅地下街，老實地講句啊，我哋住得喺啟德咧，唔努力啲揾錢咧，真係搞唔掂。明白。而且我哋嘅啟德區咧，亦都納入咗34校網同埋九龍城校網，全香港頭100名嘅學校咧，真係數都數唔晒啊！所以廢話唔多講啦，即刻帶大家去睇睇位於喺啟德區 C 位由頂流發展商嘉華會德豐中國海外打造嘅啟德海灣。老闆，歡迎翻到嚟我哋啟德海灣嘅3房連工人房單位啊！一入到嚟咧，哇！發展商絕不吝嗇啊，用翻一個最高規格嘅飛利浦視像啦、拍卡啦、指紋啦嘅門鎖，非常之保安性強啊！咁而喺我右手邊嘅部分咧，發展商亦都預留咗一個鞋櫃嘅凹位置啦。呢個位置啱啱我輕度過10零對鞋係完全冇問題嘅，做翻個大 C 型鞋櫃咧就非常好用嘅。入到嚟我哋客飯廳部分啦，哇！相當地誇張啊！我哋樓底咧3.15米高啦，睇睇我哋飯廳部分先。飯廳部分呢一度咧，哇！真係張10人餐桌，完全冇問題喎。整體開 party 咧，你屋企一定係最佳選擇啦。由我呢個門口位置咧，直接去到露台部分咧，非常誇張，超過7米2嘅空間㗎。而去到我哋呢邊客廳咧，2米7嘅空間咧，我相信呢邊要擠翻個150寸嘅大投射銀幕，完全冇問題啊！再者加埋我哋呢個3.15米嘅樓底咧，哇！嚟到咧整個空間咧，只可以講句暈位啊！我哋個女士小天地相當地誇張啊！由工人房位置直接去到呢度咧，有成3米3㗎，小朋友嚟踩單車有啲誇張啊！而我哋入面廚房嘅電器品牌咧，創咗最高規格嘅 Miele 嘅抽油煙機啦、雙爐頭啦、